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6日的南方特搜报，我是林嘉义。国庆日除了有国庆焰火可以看之外，最应景的就是一片旗海飘扬的街景。高雄市国军眷村文化发展协会今年特别发动志工，在眷村里插了110面的国旗，不少民众特地回到眷村，看看国旗飘扬的景象，感受节日的氛围。一面超大的国旗挂在大树下，旁边的街道还有一整排的国旗，相当壮观。不少民众来到眷村，看到鲜红的国旗搭配绿树和老房子，都会赞叹这是光辉10月难得的景象。这边的国旗让我觉得很感动，所以说还是要继续有国旗的存在，让自己就给大家一种就是那种向心力、那种战斗力，真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因为我也是眷村出来的，我也第一次感受到说这个眷村这么大。高雄市国军眷村文化发展协会已经是第8年举办眷村插国旗活动，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大规模的邀请团体前来一起插国旗，因此今年特别发动志工前来协助，在国庆日前完成明德新村和建业新村一带的插国旗活动。大致上都是我们的会员跟眷村的这些父老，那么有赞助我们这项活动插国旗。那今年我们协会就整体总共有600多面的国旗的一个赞助。那对我们的，其实这是一个对国家一个象征的一个庆祝国庆的一个方式。这应该是在其他的地方都看不到的景象啊，就是只有在我们民间里这个眷村呢，有这个旗海飘扬的这个街景啊。我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持续下去，那也希望能够把我们民间跟合群的一个优势，能够把它宣扬出去，让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的眷村子弟可以常常回来这边走动游玩这样子。因为时代历史的因素，眷村人对国旗有着特别的情怀，也将光辉10月旗海飘扬的景象保存在眷村里，成为眷村观光卖点，让眷村显得更有朝气，也希望加速眷村的活化。那当然，这边是一个眷村文化园区，我们也希望这个园区，我们用国旗在道路的景观来行销我们的眷村文化的一个景色。那我们也希望高雄市政府能够尽快的把这59公顷的眷村文化园区能够做整体的规划跟设计。左营眷村的房舍有许多还是残破不堪，国旗点缀其中，虽然成为亮点，但也点出加速眷村活化的心声。期待活化之后的眷村能够让国旗飘扬得更美丽。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像我们这种年纪啊，那种老师傅非常的少。为了庆祝1年1度的重阳节，立委陈亭妃、台南市议员陈怡贞以及大丰里办公处联合举办义检及健康咨询的活动，参与的长辈们都非常开心。现场还有神秘嘉宾焦雷阿嬷到场分享日常生活，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由大丰里办公处主办，结合立委陈亭妃与议员陈怡贞服务处、网红爱吃灰平台以及美发、生技、助听器等公司合办的庆祝重阳节义检与健康咨询的活动，4日上午在大丰里的活动中心举行。现场邀请到专业的美发师提供义检，另外也有健康咨询团队提供听力与肌力的检测。我想在重阳节的前夕，主要是希望让所有的长辈度过一个美丽、帅气又健康的重阳节。那特别感谢我们的爱吃灰和我们网红爱吃灰，以及我的美极客摄影日记工作室的团队那特别找了非常知名的 SR Barbershop 这个非常帅气美丽的设计师们来为我们的长辈们义检。那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原建助听器的团队来提供听力检测，还有呢翁顺哲老师来提供这个肌力的检测。那也希望说提供长辈一些健康上的咨询，让所有的长辈可以度过一个健康美丽的重阳节哦。那也祝福所有的长辈们重阳节快乐。那你多好利用这个机会头毛多好长什么先刷来遮试验一下安尼我会感觉讲咱这厝安尼这个陈医生甲陈亭妃办这个活动真好会当带动着咱遮附近咱遮所有的里会当安尼带动安尼大家安尼算讲一个合聚的地方就对了，非常的好。毋茫讲看会当日后会当安尼多来举办这个活动安尼袂。
活动现场也邀请到神秘嘉宾焦来阿嬷到场与长辈同乐，并分享自己72岁的养生之道及养老防儿的人生观，并勉励大家顾好身体，过有尊严的银发生活。记者林跟刘品言台南报道。日前，高雄市政府宣布2级警戒延长，不过户外游憩据点的相关规定也适度松绑，凉亭和步道都相继开放。而民众在爬寿山的时候，究竟需不需要戴口罩呢？带您来听听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说法。随着疫情逐渐降温，民众也增加了出游的频率。而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也提醒民众，虽然目前寿山上的步道、凉亭都已经开放，但是还是不能群聚饮食以及奉茶，请民众特别注意。在这一波的调整当中，原则上园区的步道、游憩据点、凉亭、游具甚至包括体健设施原则上都予以开放。那但是它仍然必须要保持防疫的社交距离以及佩戴口罩。那只有在这个登山、山上空旷的地方，或者是海边，通风良好和没有这个人潮聚集风险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暂时解除口罩。另外，自管处也特别呼吁，若民众来寿山登山，要注意现在已经是秋天，除了天气变化大，日照时间也变短，请民众要掌握好上下山时间，保护自己的安全。那时序已经进入秋天了那这个阳光照射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寿山地区天黑的很快，所以最近这个有部分登山民众呢，那估算的登山时间可能没有抓得非常准那有好几件这个因为天黑而迷途的事件那我们在这里呼吁所有的游客尽量提早上山提早下山那避免因为天黑造成这个自身安全上的顾虑。2级警戒延长是否松绑防疫规定，在安全距离之下可以脱口罩，但是民众还是要保持警觉，要回归到疫情前的生活，还得再忍忍。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疫情趋缓，台南的石鼓文创园区搭配5倍券，推出园区全部门票95折。今年还特别推出5层楼高、超大型极限160度摆荡的大型秋千，欢迎各地的朋友一起来体验。随着疫情慢慢的稳定，位在台南仁德区的石鼓文创园区，今年推出5层楼高的160度摆动幅度的大秋千。最近配合政府5倍券的发放，欢迎大家在有放假的时候，如果有来到台南，也可以来这里刺激一下。那2021年的下半年度石鼓文创园区最新推出的160度极限大摆荡，是继我们上半年度呢深获大家好评的魔法工厂之后，再度推出的一个最新力作。那呢，这个160度的一个极限大摆荡，其实它就像是最大的一个荡秋千，以没有船的海盗船这样子的形式，带着大家一起体验了。那相信认识石鼓的来宾呢，都知道石鼓的溜滑梯系列也备受大家的好评，从幼幼版的一直到大人版的烟囱滑梯都准备。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针对大人推出的这一个极限大摆荡，那摆荡的幅度呢达160度，也是全台湾摆荡幅度最大的。来到现场，透过镜头可以看到秋千真的非常高以外，在上到秋千之后，双手双脚也只能是悬空的状况，就像在海盗船上，但是没有椅子可以坐，手也没有东西可以抓。现场体验的民众也表示，刚刚上去的时候会感到有点恐惧，不过在放开之后，就会慢慢习惯在上面的那种刺激的感觉。对，就是在牵上去的过程很紧张，然后放下就觉得离心力很强，就会很可怕。在最高点的时候都会很可怕这样子。你还会不会想再玩一次？如果想要挑战自己的话，可能会考虑吧。对，但还吊在上面的时候可以看风景，是还蛮好看、蛮漂亮的。但是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只记得叫，也真的脑袋一片空白。但荡2下之后就还蛮享受的。如果有想要体验的民众，可以利用时间来到石鼓文创园区，
园区除了每个人可以1张票玩到底以外，若使用5倍券的话，还可以得到95折的优惠哦。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近日，不论是高雄爱河或月世界的上空，都因为有了热气球增艳不少。观光局首次推出热气球细流体验，一开放就瞬间秒杀。为了让更多民众体验热气球的魅力，决定加码20场，增加2200位的名额。国庆年假的爱河上空有了热气球的加持，对爱河的景致增艳不少。高雄田寮月世界及爱河首次举办热气球细流体验活动，10月2日一开放售票即瞬间秒杀。为让更多民众一解渴望升空的伪出国感，享受高雄之美，观光局宣布10月14日至11月6日期间，在平日时段加码20场次，增加2200位名额。为了要回应这个民众上一波他没有抢到票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观光局呢也决定加场加码，就是从10月14号开始的礼拜3、礼拜4周间的时间，我们会再多增加了20个场次。国庆连假的第一天，许多民众来到爱河边，看着热气球准备升空，就算没抢到票，无法居高临下一窥美景。在草地上坐着看热气球，享受悠闲时光，也是一种闲情逸致。而抢到票等待升空的民众，则是满心期待。我觉得这是高雄一个蛮特别的活动，对，就是高雄现在活动越来越多，然后这可能也是一个蛮新的活动，所以还蛮期待的。不然我们平常就只能在爱河搭公多船，或是在或是搭轻轨嘛，然后。如果有这一次的热气球，我们可以从居高临下看整个高雄市的风貌，这样子是很不错的体验。我之前是有在台东热气球，就是有看过，然后看搭乘的时候就很兴奋，看别人搭乘就很兴奋，所以这一次专程从北部就是来高雄来搭乘热气球，顺便来看国庆烟火，然后就很兴奋，然后很期待。如果真的也没有抢到票，没有顺利抢到票，或是没有办法买到你理想中时间的票呢，那也不打紧哈。事实上，热气球来现场那跟他做一个拍照打卡那都可以跟朋友们炫耀一下想要抢购第2波热气球体验的民众，10月12日下午1点起，全数名额开放线上购票。观光局邀请民众带着愉悦的心情来高雄花5倍券赚高雄券，享受多项旅游好康。记者潘之光高雄报道。台南市定古迹东兴洋行在修复以后，因为无委外经营，加上疫情，已经停止开放1年半的时间。这回有新的经营团队进驻，特别融入海洋生态咖啡馆的风格，希望让所有游客感受充满历史和创新的文化气氛。位安平旧城区的市定古迹东兴洋行，虽然经过1年半停业，不过因为台湾戏剧《史卡罗》曾在这儿取景，也增加话题。现在市府文化局找到新的委外经营团队，6号上午，市长黄伟哲在许多议员明代参与正式剪彩，重新将100年历史的洋行开幕。3、2、1，请用钱！掌声鼓励！哇，古都的活化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也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让我们台南的许许多多的古迹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能够恢复原貌，能够让大家能够早些看到。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洋楼哦，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那我想来到安平这个地方，那许多的古迹除了过去大家可以看到义载京城啊、安平古堡这些以外，那又多了一个这个东兴洋行。那我想这个地方值得您一来再来。重新营运以后的东兴洋行最大特色就是打造海洋生态咖啡馆，要将安平港湾最美丽的海洋生态介绍给大家，所以将水母搬进古迹内，加上灯光辅助，让现场就像水族馆一般，也让游客感觉很疗愈。因为现在也慢慢的游客也可以
比较自由的去活动。那台南在这个安平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玩的地方，尤其我们东兴洋行又非常特别哈，在建筑特色、历史、游乐，加上我们这些水母让我们感觉到心情很愉悦、很疗愈。那现在我们东兴洋行已经重新开放营运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馆内部分增加非常多的水母展示的部分，对，这就是我们台南比较少见的一些水母种类，对，我们希望可以把海底世界这个情境就是带到古迹来，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更进一步、更亲近的来感受这样子的空间跟氛围。百年的东兴洋行重新开幕以后，就是迎接10月国庆的连续假期，所以经营团队届时也会控制室内只有30位参观，而且要求游客配合防疫，全程戴口罩。记者郭文吉、何球邦台南报道。高雄市三民区鼎泰广场经过公所的大改造，成为一座全新的童话公园。公园里以大猫公车为主题，搭配多项共融式的游具。还没开放前，民众的询问度就相当高。日前正式启用后，就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游玩，成为社区的一大亮点。一进到公园里，就看到这一只大猫公车，大大的肚子可以让小朋友爬进去，坐在位子上和外面的人挥挥手，再从猫嘴巴的溜滑梯溜下来，小朋友和家长都玩得好开心。原来社区里有这么一座这么好玩的童话公园。还有我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新的公园，对，好多跟别的公园不一样的玩具，很多。可以进去里面吗？对。因为我今天第一次来。除了大猫公车之外，还有一座高高的城堡，也有溜滑梯，从上面溜下来更过瘾。另外，广场四周还有亲子荡秋千、弹跳蹦床，都是一般公园里没有的特色游具。这些都是三民区公所透过公民参与说明会，共同打造符合社区需求的特色公园。所以我们邀请了在地的包括立委，还有我们的议员，还有我们的里长，以及我们的学生还有家长等等，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运作，我们希望导入地方的一个需求，来改造成我们的成为我们三民区的一个第一座的特色公园。童话公园里有适合小朋友玩的游具，也有适合长辈的体健设施，让大小朋友都能够在公园里玩得很开心。不过这些特色游具都有使用规则和年龄限制，希望家长能够多留意，延长游具的使用寿命。在还没有启用之前，都接到很多关切的电话，希望能够尽早开放所以说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还是主要的部分还是以安全为目的。在这之前，我们也接到说希望有增加照明设备、夜间的照明设备的需求等等，这部分我们会把这样的意见也收集起来。一般的公园里都是所谓的罐头游具为人诟病，经过特别设计的特色游具，除了有吸睛的外观，也融入了体能和创意玩法，成为可以一玩再玩的社区公园。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3位好朋友因为一次马来西亚的旅游，从此对大马料理的特殊风味念念不忘。后来在澳洲打工时，碰巧在当地的马来西亚餐厅工作，开始学做大马料理。学成后回台开店，不过近来受到疫情的影响，选择到街头来卖。想不到在网络上掀起不少讨论。锅铲翻动，加上4亿的炒饭香气，吸引不少过路客闻香下马。特别的是，这摊马来炒饭从傍晚5点半开卖，大约只要3小时就卖光收工。不少晚来的客人只能下次再来，甚至还有马来西亚华人1个礼拜光顾3次。最近常来这边买吗？对，觉得他们的口味怎么样？口味蛮特别的。怎么说？因为它有他们蛮正统的马来的味道。对，因为我现在是马来西亚人。对，这样子。然后他吃了就觉得很满意，这样。就觉得不错啊。不错。对啊。所以最近常来买。这个礼拜买3次了吧？马来炒饭业者阿邦与另外2位好朋友阿瑶与阿翔，在府前路开了间马来西亚餐厅，但因为疫情影响，加上想走出厨房与客人直接互动，得到最直接的回馈，所以阿邦从上个月起，在东区胜利路上做起了摊车炒饭的生意。因为我觉得餐厅营业可能没有少了跟那个顾客之间的互动。
就是反而我们如果客人回馈的时候，都是回馈给我们的柜台，我们反而没办法正确直接接收到客人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就是做餐饮的，不妨就是希望客人回来之后那份好吃的感动。我们如果在厨房内部的话，是完全不知道的。对。虽然是台湾人，但口味却一点也不马虎。因为过去曾在澳洲知名马来西亚餐厅工作了1年半的时间，对料理火候以及口味都非常有信心。那你当初怎么会接触这个？当初是因为因为我们在嘉义也有那个开店，嘉义是总店，他那边的师傅也是我们的总老板，台南也有一个，他们是一起跟我们去那个澳洲打工游学，然后之后就爱上他们那种街边摆摊那种感觉，就有点像一个大市集那种感觉，没有拘束，然后大家可能路上点的就吃那种大家聊天的氛围，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疫情当前，多数餐厅生意都受影响。阿邦与好友阿瑶、阿翔原本经营的餐厅不打烊，更开创出路，分别在嘉义及台南开启摊车生意，用不同的方式让道地的马来风味继续飘香。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你有看过松鼠刚出生的模样吗？日前，瑞丰国小的学生在校园里捡到一只松鼠宝宝，没有爸爸妈妈来认领回去，于是就由专业的老师代为照顾。师生们还将它取名为瑞宝宝，逗趣可爱的模样，现在就带您来看。用喂食针筒让小松鼠进食，是不是觉得这样的画面很疗愈又很可爱呢？位在前镇的瑞丰国小，校园生态十分丰富，时常会出现野生的小动物。而就在几天前，有学生在打扫时捡到一只松鼠宝宝，等了许久都没有等到家长来接，于是就由校内专业的老师暂时代为照顾。其实松鼠在我们校园里面是还蛮常见、蛮容易看到的一个小动物，但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小松鼠，然后又跟自己距离那么近，所以小朋友其实非常的惊讶也惊喜。当天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有大松鼠带它回到树上，毕竟它的环境应该是要在树上生活，但是当下没有大松鼠想要来把它认领回去。那这个小松鼠看起来又很小，它不会爬树，我们也没办法让它回到树上，所以就先收留它，然后找到会照顾的老师来协助照顾这一只小松鼠。当我们发现小瑞宝从树上掉下来，那学校的师生就好开心，希望能够暂时来跟他在一起，但我们最终希望回到他的家，其实就是我们的校园。那我们想说，那总是给他取个名字，所以他是我们本身就有瑞宝这个名字，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瑞宝宝。那他现在每天都在我们的粉丝页会跟大家见面，我们记录着他每天成长的过程。师生们将这只松鼠宝宝取名为瑞宝宝，并且共同悉心的照顾。校长特别提到，照顾小松鼠到它成熟，就会让它回到大自然的生态里，因此也提醒学生不能在校园里追逐松鼠，要善待动物。但我们的感觉，那阵一米大一寸，隔天看到它的动作就好生好活跃哈。现在它也不怕生，那我们希望很快的让它回到我们的校园里。这里要呼吁我们的小朋友，我们来观察动物是应该的，可是我们校园中的松鼠要跟以前一样，栖息在校园中，不可以去抓它，去惊吓它哦。捡到小松鼠的孩子们，他们其实很关心这只松鼠现在怎么了，他们很希望知道说，小松鼠它成长历程是怎么样，那有没有接受到好好的照顾？可是啊，那个当天小朋友看到它很兴奋。那个兴奋会吓到这只小松鼠，所以我们想说，怎么样去满足孩子们的好奇，所以就透过我们学校粉丝团的这个平台，每天放一些小松鼠的影片或照片。校方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瑞宝宝每天的即时动态，将这些可爱的饲养过程记录下来。养了这只小松鼠之后，为平凡无奇的上课日增添了许多欢声笑语，也为瑞丰国小带来一段精彩的故事。记者张世美、林嘉义高雄报道。
秋冬季节，为了避免流行性感冒传染，台湾每年都会施打流感疫苗。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民众戴口罩可以减少被传染的几率。不过，奇美医学中心家医科医师陈思瑜表示，为了避免重症与病毒交互作用，呼吁民众抵抗力较弱，还是要施打流感疫苗。台湾每年施打流感疫苗，从民国108年全面使用4价流感疫苗，达到更好的保护力。根据统计，从民国108年10月到109年的9月，在所有人戴口罩、勤洗手的防疫下，流感病例确实有减缓，不过还是有近1000人重症，161人死亡。因此，奇美医学中心家庭医学部医师陈思宇呼吁，长辈或抵抗力较弱的民众，还是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就是流感季节已经开始了，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去预约施打流感疫苗，这样才可以完整保护自己的呼吸道。新冠疫苗跟流感疫苗都要完整的施打，两者要间隔1周。那希望大家可以尽快预约。我们流感比较担心的并发症是造成比较严重的肺炎，甚至需要到插管进入加护病房去做治疗，那会有一定的死亡率，甚至可能造成脑炎还有心包膜炎的症状。那这部分的话，死亡率都是相当的高。目前公费的部分呢，有分9大类可以就是施打的民众，那只要是年满50岁以上的，都符合公费的疫苗的接种的资格，那希望大家就可以尽早的去预约。医师呼吁，为减少重症与病毒之间的交互作用，就算民众打过新冠肺炎的疫苗，最好也要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只要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施打对象，最好还是要依照时程来预约施打。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嘉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